即係香港人嗰個負擔能力嘅指標啦。咁紅色嗰條線咧，基本上咧就係即係樓價同埋個收入個比率啦，由即係低位就係03年啦，即係沙士年代即係去到 Covid 嗰陣時一路升，咁而家最近就跌翻落嚟，樓價升咁大家都知，咁但係有冇一個即係位置係一個比較健康嘅位置咧？其實我諗要睇翻即係嗱呢一個數字，我諗又唔可以咁樣單單咁樣去解讀呢件事情，即係負擔，因為畢竟香港亦都有一啲叫出售嘅資助房屋。即係除咗係我哋買一般私人樓宇之外咧，譬如居屋啊，甚至乎係用白居二嘅方式等等咧，咁我知道最近都有啲所謂叫做國際嘅調查機構講咗啊，其實10幾年不吃不喝，其實每年都出相關嘅報告。但係當中我諗有個好即係一個缺失就係咩咧？都冇去睇翻我哋而家即係政府有個嘅即係資助出售嗰部分嘅計劃。咁呢個其實如果真係一啲嘅樓價，無論係上落都好啦，負擔唔到一啲真係相對高價錢嘅，其實佢唔係冇選擇嘅，佢可以都選擇翻頭先所講一啲資助房屋嘅計劃都可以。